魏总，这是所有的證據。方經理他不看，但您說過會幫我的，您一定要信我。小敏，錯啦，方經理推你出嚟背黑鍋啦，係咪？呵，我早就猜到了，他這種人手情有餘，開拓不做，手上拿着玩魚大佬這麼好的一個 project，超級想就不要出錯，同佢爭食總要有一個犧牲品。而你小敏夠聰明，也夠天真，係最好嘅人選。我這個人呢，不嬲都好欣賞人才。而家我俾你個 offer，只要你肯過嚟我這邊，出嚟指正方經理，幫我拿下玩魚大佬這個 project， 你個位，你嘅將來我保你。又或者你就守住你嘅所謂嘅清白，以後在這個 industry 就沒你的位置了。楚帆這個人啊，嘴巴比他的 ability 厲害多了。你走咗之後，方經理嗰個 team basically 都係廢的，我跟住個 takeover 就會easy很多。Anyway， 你的犧牲對我是很有 value 的。小文，你記住喺呢個 game 入面，一個棋子嘅 value 從來不是棋子自己可以 decide 的，而係由你 player 希望你做出正確嘅選擇。